原来你家好聪明啊！读者见面会。喂，你哪位？怎么样？迟墨现在正在做什么？啊，郑小姐，迟先生他现在在家，目前尚无异动。你给我盯紧他，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。哦。迟墨有情况。改变造型这种事儿还得我亲自来，不知道聪明喜欢怎样的我。迟墨，迟氏集团老板，画风不对啊。应该不是。迟氏集团的老板。迟墨，才几天不见啊，不认识我了？你，我来给你点提示：一个浪漫的下午，一个浪漫的别墅，还有一个浪漫的定情手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浪漫的 sweet kiss。你是我的天才，你是宋小小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可是宋小小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啊？我是来参加你的读者会的，我可是你的粉丝哟。谢谢。想不到你也是我的读者啊，真是太有缘分了。缘分真的是太重要了。我叫宋小小，你书里一直在追寻的人也叫宋小小。命中注定，我就是你一直追寻的人。命中注定要追寻的那个人，该不会给我发短信的也是他吧？一直暗恋着我，关注我的一举一动。想不到我还有这么一个死忠粉呢。不过，好像也是今晚唯一的一个死忠粉了。哎，聪明，死忠粉不在多，有一个就够了。而且，我会永远做你的读者。这算表白吗？作为一个设计师，我简直是失败透顶，工作没了，名声也坏了。作为一个作家，你说我的读者粉丝会竟然只有一个粉丝，为什么我所有的愿望都不能实现啊？哎，聪明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可能是电影看多了吧？你知道他梦想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职业杀手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圆梦了，去屠宰场杀猪。真的圆梦？其实啊，我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，也许不一定他为你开几扇窗，但是你要记得，烟囱一直为你敞开着。再说了，
下水道也能通向光明的哟。明明长得那么像，可是怎么做人就那么不同呢？你又在想那个池大爷啊？哎，我听你这么说，他祸害你够深啊！简直一言难尽。你不知道，他简直他不但抢走了你送我的手表，他还污蔑我是个小偷，他还逼我签下的那个莫须有的欠条，说我欠他3000万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他。哎，那手表怎么又回到你手上了？这是同款，很多的，并不是那一块。哦，好吧。来，我们喝一杯，干杯！不就是个读者见面会吗？喝那么多？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我碰到我的知己了。韩毅，你知道吗？原来给我开读者会的是小小。神经病！哎，聪明，死忠粉不在多，有一个就够了。而且，我会永远做你的读者。糟了，我刚刚一兴奋，又忘记问他问电话号了。不对，他给我发过一个短信呢。喂，老大，这事儿不太好办呐。没用的东西，不是保证一定能搞定吗？费尽了心机弄了一个读者会，倒是让其他人捷足先登。如果让赤木起了什么疑心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晚安。喂，老大，他给我回信息了。你在外边过夜也不说一声，电话也不接，你妈担心死了。要不是金秘书告诉我。
他不是只喝纯净水吗？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聪明啊，你真的要走了？我一铁杆姐们在微信上卖自制。